葱仔 QC、香油、石斑，还是用吹的，啊，搁来咧。哦，啊，搁来哦。哇，师，好啊，我看吼来休困啦，吼，明仔载再搁写，吼。哎，无啦，哎，你是啊吼，你咧走摊，啊，我搁出外，啊是要等啊伫当时才会当写这本这个都市的秘诀啦。去写。啊，当一本正本啊，啊，照咱即马即个速度吼，是要写到当时才会好啦。就是安尼，毋则着爱日啊赶暝啊赶，啊无吼，咱伫当时会当完成我这本都市的秘诀啦。唉，我即马吼，要一项啊，甲阿霞教的下后吼，已经无迄个时间啊啦。假使讲哦，我若将这个手艺拢甲写到这本簿啊，啊摆日啊，互阿霞吼安哪看哪学，啊顾自然就会出师嘛。师，咱来找医生好无？找一个较好的医生来治你的镜头。哎呦，莫讲啊啦！啊，人行到这个地步吼，什么代志都嘛爱对歹方向去想。那你是搁咧拖沙啥啦？紧写啦！紧的啊！啊，刷落去吼，我来讲一项钱的啦。金蕉虾啊，豆皮粉粉，迄材料吼是明虾、金蕉，用迄马达来做哈。写者，有咧写无啦？有啦。这虾啊吼，有影有较臭臭啦，所以着爱用这金蕉的香味甲缀落去，来甲煮。这个金蕉的香味着我都能缀落这臭臭的味，啊，所以吼，金蕉虽然毋是主菜啦，也毋过吼有真大的作用。咱做人吼嘛同款是这个道理啊。啊，若是讲吼，石无啊说因吼，实在有影较占悬啦。啊，若过去遐吼，凡事都爱忍耐啦。人伫咧讲，大家啦大声吼，心妇就较细声，就是这个道理啦。当是咧靠啥物啦？毋紧写。我话你是想讲我咧教阿霞手艺，我无教你，你毋甘愿哟？啊，无你靠啥潲啦？师啊，你安尼一句一句讲，一字一字念，袂输你念语言的，你是要叫我安怎写会落啦？太悬啦！啊，查某囝写字写到咧哭，头壳起来啦！目屎滴出来啦！太悬啦！你若是讲有认定我是你的师傅吼，啊无我拜托你一项代志好。师，莫讲拜托啦，祝你吩咐啦。太悬啦！我若是无脱过吼，扣严落往拖去做伴，啊哈遐你着甲我斗看头看尾，啊若无吼石花嫂甲英全去口罩吼，遐尼欠卡，我死都袂放心啦。啊若是我命不该绝，太悬啦！你甲我较注意的，看第一间有要请刀子，互我加引一寡石头，等有迄个机会甲阿霞牵落出师，等互伊去顾迄个家庭。阿霞吼，实在有够歹命。
生理来啊啦。啊，都阮甲对迄拍鼓的讲，有人厝内要办喜事吼，也要请总铺师啦。啊是讲，嘛毋知通应啊毋通应的。那唔通应啦。啊，都对方是咱的元首人啊，婉如啦，婉如要结婚啊，啊伊叫人来甲我讲啊，伊的意思是讲啥物叫师吼去因厝的行一逝，啊大家参详一下。既然有想要出来活煮食，当然嘛是爱食啦。小姐，恭喜哦！哪有啥通恭喜咧？等我的婚事，嘛着阿霞景村才有着甲我。是讲熬景嘛无一定较好命。那我即马嘛有一间西仔厂会当做嫁妆，那讲起来嘛是袂歹，对无阿霞？对啦，对啦。是啦是啦，啊，亲像讲大小姐吼，啊，这种有身份地位的人吼，这办桌一定要办得较澎湃。啊，是讲唔知影我有迄款福气，通来甲伊办这桌。当恁已经到到遮哩饮佚头啊，我敢袂讲唔会得你心。吼，那安尼就真努力咯。啊对啦，大小姐，我这有一份菜单吼，啊无安尼，你先看卖下，吼，啊看有需要办几块桌，啊你做你交代咧，我随来做。当初是阮阿霞结婚吼，办桌若用这酒菜，哇，迄人客吼，逐个学落来得死呢。啊，这蔬菜要哪请人客啦？嘿嘿嘿，我都市上的看板啊，听几啊10年啊呢，啊，敢讲我嫁查起来用这蔬菜哟？你的看板安怎徛，我是唔知啦。啊，若要引人的酒道，嘛会看啊人嫌，会看啊人敬。我请人客，是袂个闹气。你若行到开，你找别人啦。爸，啊无麻烦你提供较好的意见啦。啊，你著较食出意内外，嘛较有透过较奇巧的菜色。无你看你介意啥物菜色吼，你甲阮阿爸讲一下，伊若老总铺啊，一定会煮甲你满意安尼啦。我若知影我食过菜是叫做啥物货，安尼我就应甲你做总铺啊，何必着请人来遮气心劳命？啊无，我甲阿爸倒来参详一下，再拣一个上好啊上体面的菜色，安尼你看好无？啊，恁着一逝讲走来啊，无互恁煮，实在嘛是歹势。啊，无安尼啦，恁爸仔囝倒转来参详看卖，看是安怎，再来甲我讲。好啦好啦，多谢啦，多谢你吼。做都市做啊这样时吼，只有人来找我参详啦，唔捌我去找人参详的。你安尼敢真是讲有钱就遐挑摆哦。爸，啊咱是应讲来趁钱啊，你别去做创啥啦。唔是讲我爱教人激气啦，啊敢真是啊，咱开出去迄个菜单遐尔歹。你偏偏都无介意张菜单，你敢看无？啊，煞唔知。爸，啥物代志啦？你甲知影伊安尼，甲换一张菜单就好嘛。啊，甲换较俗的，算较贵的，伊嘛讲好。无怪吼，你唔够学做总部啦。啊，若是讲这因这头路吼，哎，我着差你差足多啦。哎，棺柴软得要透啦，啊，性地吼要是唔改。爸，你莫安尼黑白讲话啦。啊，当然毋捌死，哪有啥物？啊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呸，哦，草鸡拍起来啦。林准，你想啥？无啊，哪有？林准，莫烦恼啦，头路搁找就有啊嘛。啊！听讲母龙要嫁查囝，你猜恁老爸要去办倒是？收影无？是啦。啊！你是互糟蹋无够，再去引路财来斗，安尼你才会欢喜心。
卡桑，做总铺虽然毋是什么高尚的工课，毋过职业是无分贵贱啊。咱家要趁人的钱，人若叫，咱就行，安尼对无？对无？那我是老母呢，食一点气啦。你无想讲咱互迄家口啊害甲要死啊？你还阁要看因的头面趁钱啊？哎，啊你这摊趁无着，你是会死啊是毋？啊你若遐爱做，规气涂骹去甲求去，快出水蛇袂？吓死吓死！你若用良听人讲两句好话。啊，你个明知咱甲阮有是隔死冤，你可以应伊的头咯，啊无怪卡上咧无欢喜啦。那我嘛无赞成，我是要安替你讲话啦。你讲我著定定要去应工课，卡桑哪会知影？你若遮戆啦，啊，阮有引头路去，就是讲希望咱厝的冤家无啊。伊个风扇头早囥喺公所的厝尾顶去啊，卡上后头毋知。我毋管啦，既然到要讲学做总铺，毋管好歹人大细摊，我拢要趁甲到。啊哈，你若想要求平安，该好是卖。啊，这也卖，迄也卖，咱是要哪生活啦？啊，我袂晓趁哦。英准。菜头，大只鱼，好人，运动队，凉，50公分。三，记下。不然一整路。你说，啥东西？你人笑了，有啦。哎呀，请咱面一个哦。哇，太传了！啊，你真过无来交关啊？啊，就最近拢伫学哩啊，欠哦，欠甲会求搁哭哦，过阵仔甲你共款好业嘞。爱讲笑啊！大概是恁师傅啊，搁出来引摊啦，也无时间通煮点心互恁食的啦。啊，阮师搁出来稳摊哦。伊都用袂调啦，无做艰苦哩。敢毋是啊？等恁师傅来土工啊成的，准做甲闲伊嘛袂去引阮入来的摊。大稳啊啦，软空啦，裁缝好啦，伊是要出来甲我拼生意的啦。无啦，阮师袂安尼啦。啊，也毋过我嘛替伊烦恼咧，伊最近身体歹歹啊吼，迄伤粗重嘛袂堪的呢。要无恁师傅身体是安怎的哦？啊，伊都无啦，啊伊最近较搞疲劳啦。疲劳爱注意啊，疲劳的人啊，肝较会冒啊。啊，你哪会知？咱毋知啦。啊，咱这煮食的人，一日到暗拢伫这个火炉的身躯边，迄顶讲肝嘛，才会去挨着。要若亲像我吼，有伫咧保养吼，就较无要紧啊啦嘿。啊，你普通时是安怎保养的啊？啊，你怎么是讲叫我教你？啊，你才要等去照顾恁师傅呢？是啊。啊，也毋过阮师镜头足重的呢。放心啦，啥物疑难杂症，我拢有法度。你猜是啥物镜头？你甲我讲。啊，有影无影，你遐咬。啊，你说你惊我的款呢？你若惊我嘛嘿。无咯无咯。啊好啦，我甲你讲。一支草有一点露，
点咯。大小姐，我哪会敢骗你啦？你着爱小心哦。这个都市上啊，做人偌无卫生的哦，家己煮食食到做家己破病啦。啊，这款人你敢真是放心互伊去煮了？这毋是讲吼，阮共道的在讲人的尻川也好的啦。阮这都市师傅汤头好歹，盖在人客喙啦。要若这无卫生的传出去吼，人活惊就惊死。时到红包人包来互你，要怎唔敢来互你请？迄闹鬼的人就是你。这我要安怎？无啦，这是大家罔做参考的啦。啊，你若无会煮吼，啊，看是要什么人煮，迄拢无要紧啦。也无唔多，互人讲我陈阿虎小林，啊，讲人的歹话，才因舌头来做。那你开一张上贵的菜单互我。安尼哦，是。爸，莫啉啊啦！长头白你又伫啉酒。你看这张菜单，你互阮两看，伊毋知介意无？啊，这份菜单吼，若阮如果再嫌吼，啊，归去啦，叫请仙来煮有效果啦。阮如歹势啦，哪有你亲走啦？大小姐，我甲阮阿霞吼，拄仔想好要去恁兜甲你请教咧，看这份菜单你会合袂？唔免啊啦。阮如，是毋是你有想好要煮啥物菜？我假搞，我是讲，我已经请别人煮啊。啊，恁着去阮兜饮食头，啊，我嘛着亲身走一撮，安尼要甲因洗，较袂歹势。好咯，阮如，啊，咱毋是讲好啊，讲要互阮煮。啊，恁着看恁老爸身体会堪的无？安怎？啊，我身也袂堪哩。哎，潘松伯啊，啊，你毋是得着癌？阿爸，但你是咧黑白讲啥啦？哎，敢袂我听唔着？啊，毋过咱阿虎婿讲啊清清楚楚呢。陈阿虎，是啊。啊，伊到元宵，伊故意咧中伤的啦。哎哟，那会惊你伤过忝，伊嘛想要去拆药互你食哦。要食叫伊家己食啦。爸，你到底是安怎啦？无啦，哪有啥啦？你甲我讲啊，你当时甲我讲啊。啊，就甲你讲无声，你听无？阿爸，阿爸，你甲我一个查某囝尔，敢我连你辛苦比拼，你都歹互我知影。陈阿虎，阮两伊拢知影，敢若我毋知影。安尼我敢算是你的查某囝是？就是因为你是我的查囝，我才不忍心互你知影。咱拢爱较坚强的，知影？啊是安怎啦？因兜因阿母搁甲你口同上？太绝！阮爸爸破面干呢，你哪拢无我知影？我你毋是讲我嫁出去了后，要好好甲伊照顾？有啊，你看，啊，我著去拆这贴药啊，对无？师，这贴药是专门治肝的啦，一边一中的啦。哎呀，臭药店的话哪用你黑白听你啦？无咯，这是陈阿虎师吼，专工介绍的。陈阿虎，你第当时叫陈阿虎摕啊？哈？